再去看世界，镜头来英国。英国国会最近有提出一个案件，温准科技公司会当使用任何合法摕到的素材，用这素材来训练 AI。不过，这个提案是引起英国的音乐界真不满。音乐界即马共同推出一张专辑，不过这张专辑内底无音乐，只有杂音，要来表达，若是唔保护版权，安尼后摆就无音乐通听。Darling, I will be loving you till we're 70. 红头毛爱掉的音乐众人介意，也毋过敢会当摕来训练 AI 咧。英国政府最近提案，温准科技公司无需要出地许可，就会当使用合法处理的素材来训练 AI 模型，包括有版权的创作。这引起英国音乐界强烈不满，所以用签名英国音乐人的名义，合作推出一张无音乐只有杂音的无声专辑，想要表达是无好好保护版权，都无音乐会当听。这张专辑来，每条音轨的名只有一个字，合起来就是英国政府无应该互盗版音乐合法化独立 AI 公司。It's not going away, but look, if I were to copy a piece of music by a living composer, by you, by anybody, without asking, it would be a copyright infringement. Why are tech companies any different? 艺文界也伫媒体内面导师，署名人包括红头毛爱迪、杜瓦利坡、披头士成员、保罗麦卡尼等等，因伫导师中表示，这项法案看起来亲像鼓励科技发展，其实规个英国创意产业伫全球的领导地位实在是颠倒兵。So, it's really important that we just stand by w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which is to power and empower our creative industries to continue to be world leaders in economic growth. We all want to embrace innovation and AI in particular, but it shouldn't be replacing human creativity. It should be assisting us. 去年，英国新政府就任以来，有意推动 AI 产业。首相斯凯尔阁加讲大声话，要让英国变作 AI 超级强国。只不过，要安怎修正法律才会当追求科技发展，佮保护价值超过5条代表的英国文化产业是受法爱面对的难题。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